而家呢個環境大家都知㗎啦，個個喺屋企坐喺度，又唔去得街啦，唔去得返工，唔去得買嘢，同埋冇得做運動，喺屋企齋坐啊！咁坐下，你梗係想揾嘢食㗎啦，係咪？食多咗好多嘢喎，比平時。嗱，喺過年嗰陣咧，我就做咗一年一件大事，就係整蘿蔔糕。今年整咗70底蘿蔔糕咧，係送俾啲朋友食。咁我自己當然亦都有份食啦。食得多咗就係肥咗啦。最慘咧就係肥晒喺條腰度，啲褲咧就緊晒。好彩有呢隻新出嘅九魚檸檬磚，呢隻同之前嗰隻有啲唔同喎，因為佢有 double up， 即係加倍排毒。好啦，咁我飲咗一排咧，就發覺自己條腰咧係明顯有效果啦。我真係冇諗過咁厲害啊！條褲咧至少爭咁2寸啊，連啲晚裝全部着晒，開心晒。好，我而家教你點飲啊！有杯水啦，呢個就係檸檬磚啦，要小心啲喎。咁啊，將嗰啲果汁咧就倒咗落呢個杯度，咁咧就會飲，好好飲。其實呢一隻九魚檸檬磚咧，就係朋友介紹我飲嘅。佢係有便秘嘅問題喎，非常之煩惱。但係自從佢飲咗呢一隻之後咧，每朝早啊記得朝頭早飲一粒之後咧，每一日嘅大便咧非常之暢通，冇晒問題。原來佢有 double 維他命 C， 所以咧養分特別濃嘅。點解咧？嗱，綠色九魚檸檬咧，連皮帶核一齊榨嘅，冇添加水，濃度超高，仲有3重嘅殺菌技術，有晒 SGS 認證，十分安全。所以大人小朋友都可以飲多啲啊！啲皮膚靚啲、滑啲、爽啲。檸檬含豐富嘅維生素 C， 能夠有效咁幫助人嘅血液循環啦，同埋鈣質吸收啦，預防骨質疏鬆啦。對於腸道嘅消化咧，亦都係有幫助嘅。對我哋呢啲上咗年紀嘅朋友嚟講咧，呢啲都係非常之重要噶嘛。特別係而家呢個環境，多啲吸收維他命 C， 多啲免疫力，令到身體會更加健康。嗱，價錢唔係咁貴，但係好處就多，非常之有效。你都試下。